来看中华鹿港的介绍路三段甲清明路迄卡头啊，因为路边无画标线，所以规条路的车拢停甲满满。停车的民众嘛去收到红单，有民众是讲真冤枉哦。鹿港的警方是表示讲，因为伫这路段停车会妨碍到过路人驾车，所以会罚款600块到1200块。红单才拄摕去纳钱尔，不过罚款的车主是先想都想无，伊车停伫路边，并无任何的标线，是安怎也是罚款？可是这个是陷阱啊！按你说我停这样会妨碍到别人行车的话，那你举证啊！我妨碍到谁？你没有啊！你自己认为有就有。多蚊我一客啊，你就一客啊，你。大家一日就啊。一客啊，你好被妨害这条路啊。车主讲停车进前也阁特别靠近，其他的住户嘛讲伊真冤枉。中华鹿港介绍路三段甲清明路这块地啊，经过路边拢找无通好插车的所在。不过最近停伫遮煞清在咧食罚单。当地民众讲，真侪人就是遮停车免钱，老街甲天后宫阁真近，都怎甲车停伫遮，想袂到煞出问题。这一条刚好通那个大马路，对，车很多啊，转角都是，常常车祸。去现场看，遮路本体就无垮，路边若停车，赛车过都爱食去甲对向的车道，所以真正发生车祸。鹿港警方嘛加强处理，最近1个月已经开124张罚单，以外地人占较侪。部分车身人占用车道的行为，由警察机关依个案来认定。如有妨碍他车通行，或是会导致他车闪避车辆跨越双黄线的违规行为，那警察机关就会依道路处罚条例第56条来处罚违规人新台币600元至1200元以下的罚款。警方讲，若伫这路段停车，真明显会妨碍人甲车通行，所以依法开单。不过在地人是真不满，认为执法的标准真恶真定，应该爱甲线画好清楚，较袂造成纠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